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6年1月7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，連續升咗3日，港股今日終於要唞唞氣，回一回啦。恒生指數跌咗接近1%，收報26,458.95點，而恒生科技指數跌咗超過1.4%，跌咗1.49%。咁樣嘅調整，一嚟係因為之前升咗成千點，有唔少朋友選擇咗獲利回吐，鎖定利潤先；二嚟就係因為幾隻重磅科網股今日腳軟，拖住個大市。好似阿里巴巴啦，盤中跌幅超過3%，連同其他科技股一齊調整，個市嘅氣氛即刻靜咗啲。不過個市都唔係一面倒咁差嘅，有兩個板塊就逆市跑出，成為今日嘅亮點。首先係生物醫藥股，康方生物大升超過7%。帶領成個板塊向上，資金似乎繼續喺度揾緊一啲有故事嘅板塊嚟炒作。另一個強勢板塊就係有色金屬，好似洛陽鎳升超過2%。市場有傳聞話內地可能會檢討某啲稀土出口，刺激咗相關概念股嘅表現。總體嚟講，今日個市係一個健康嘅整固，等個市可以消化下之前嘅升幅。而家市場嘅目光都係放喺兩度，第一就係科網股幾時可以企穩，始終佢哋權重咁大，佢哋唔掂個市都好難有大表現。第二就係等緊政策消息，雖然有分析話央行有機會降準減息去保持流動性，但一日未落實，大家個心都係15、16。另外，國際消費電子展 CES 仲進行緊，入面嘅機械人同自動駕駛概念都可能係短線嘅炒作主題嚟㗎。好啦，咁今日個市就同大家分析到呢度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